各位觀眾朋友，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新聞幕後嘅單元，帶下來關注嘅係第三時間對美國副總統彭斯嘅講演，到嚟今年嘅國慶日蔡英文總統嘅講演，對啦兩岸甚至係美中台關係會帶來乜嘅種嘅影響咯？未搶到嘅教授呢係金泰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嘅楊景成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我要先從這個今年的蔡英文總統的談話來談吼，尤其是他有你看前2年的時候，他在國慶談話當中，其實還是講說我們善意不變，然後我們承諾不變。對。那到今年，他突然這個整個調性改變了。教授，你認為說他的背後，他所要傳達的一個訊息是什麼？我覺得當然前2年我們大家開玩笑說他的4不啊。就是調位置而已啊，講到善意不變，承諾不變，排列組合不一樣，對，排列組合不一樣，不會說什麼對抗的老路等等。但是今年就是善意不變，承諾不變沒有了，還是一個4不。是，可是感覺上面就是說，好像他也覺得說，過去他釋出的善意，對岸並沒有任何的回應。是，因為他認為他帶領一個比較，就是說有這種台獨基本教義派，或者說有台獨理念的一個政黨。然後他走到維持現狀，其實對他來講，就是對執政的民進黨來講，已經跨出一步。那等於是大家應該各有所讓嘛。那我跨出一步，但我沒辦法一次達到你講的所謂的9·2共識，然後坐下來談。但是我跨出這一步，強調的是維持現狀，不再談台獨、法理建國等等。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對對方的一個善意也好，我們認為的善意，或者我們的解讀是。那對岸當然一直是就是只有一條路，就是回到9·2共識。所以當對岸沒有辦法做出任何的積極回應的時候，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他已經經過了2年，他覺得不需要再講這些。當然第二個跟最近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談話有一些關係，就是說彭斯對大陸的抨擊蠻兇的，那感覺上又把台灣納入在美國的這個一個我們講說圍堵中國的一個政策當中，所以他有了一些底氣啊，講的話就稍微硬了一些。你可以感覺上我覺得他今年在這個雙十節談話的時候，他的這個肢體語言感覺上信心也比較夠，而且那個臉看起來表情嚴肅哈，而且非常措辭強硬又很堅定。但是他其中4不裡面，人家說好像又有點傳達出一些善意，其實他也是一個善意的傳達嗎？不，他還是希望就是說有機會啊，能夠坐下來談的。但是呢，他就是說我已經釋放過這些訊息，那現在當然我還是不會去挑釁。我覺得他一直強調就是這個，他的政府絕對不會去挑釁啊，但是也不會在這種壓力之下屈服，所以強調的是這一點。那我覺得就是說，如果今天大陸能夠解讀的說，今天這個政府就是要維持現狀。他不會去走像陳水扁那時候提到的很多比較，就是走這種邊緣的政策，然後會讓對方解讀成為說是一種法理的台獨啊。譬如說，包括現在即使我們國內有民眾在推動這個冬奧，那他至少要求民進黨啊都不去參與或支持喜樂島的這些活動。所以我認為他自己的解讀是說，我已經做出了很多的妥協，但是對岸你怎麼都沒看到。然後另外就是說，我絕對不會走對抗的路線，那對方應該也找不到說我有挑釁的這種那個機會。那如果說沒有挑釁，我們常常在講說兩岸關係最重要其實是美國的態度。是。那美國的態度就是很簡單，是說假使任何一方去挑釁，譬如說特別是台灣如果挑釁中國大陸，然後北京那個決定要用對台用武的話，美國就不一定會幫我們。但假使我們今天沒有挑釁，是北京片面破壞了現狀，那美國就有理由來幫台灣。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總統強調的就是，他不會去挑釁嘛，他不會去破壞現狀。但是呢，也希望對岸能夠看到他的這個誠意。所以等於說，從這個國慶的演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說，蔡英文在這個現在我們政府的兩岸政策上面的基調是不會改變的。我覺得大概大致不會改變，因為他今天維持那麼久，那如果今天像
特别是现在期中选举到了，你当然需要靠一下独派的基本盘，但如果你往那边靠，你可能会失去中间的选民。那大家现在希望看到还是一个现状，维持现状，目前为止还是啊，那所以它不会偏离这个太远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说，这个蔡总统在他的演讲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说，包括说欧洲跟日本。他把日本讲进来，然后呢，也说欧洲赞许我们有一些成就，是不是某方面来讲，有点像是中共的回应，说我们在联洋制中？没有，我觉得我们一直是长期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跟大陆很紧密啊，经济要靠，有时候要讲说老实话，是有点靠大陆的市场也好，靠在大陆的投资。那在安全方面，我们是靠美国。那可是我们在价值方面，其实我们常常都是用欧盟的标准，人权啊什么等等。因为譬如包括死刑，也是美国还有，但是欧盟国家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跟欧盟是一个价值的联合，跟美国是一个安全的关系，跟大陆是一个经济的互动。那现在看起来，大家在制裁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其实跟美国不只是安全的关系，也有一些价值的关系。那价值的关系就是彭斯讲的，包括你这个民主，对不对？这一次终于赞扬我们的民主，认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就是说国家。然后这个民主，而还可以帮助到大陆。因为他也特别提到说，大陆人民应该也享有像台湾这样民主，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终于有机会来强调我们这样的价值是可以用的。因为在彭斯讲话之前，川普上来2年，他对台湾的这个观点就只是认为说，台湾是一个跟你购买军购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客户，他并没有提到这种价值的东西。那事实上，川普大可以提价值方面，譬如说民主。可现在当然台湾的民主有人做一些，比如说认为说我们的民主发展并不是很好，那有很多就是说缺陷。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是民主国家，跟对岸做一个对照，就是对照组的话，那更重要其实是自由人权还有跟美国在经济上面。美国都常常批判大陆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但我们是，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有很多东西跟美国结合的时候，我们要去强调我们的这种互相有的价值。那彭斯就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因为他刚演说完，然后他讲到大陆譬如说讲到大陆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西藏等，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的国庆演说当中没有提到台湾宗教自由。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能够跟彭斯的前后呼应。我们强调的是民主，可是最近因为民主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公民投票都有些争议。那我觉得并不是我们但我们的自由是没有话讲。跟你说，跟对岸特别强调说，对岸这些网络的控制啊。彭斯讲到说，1984年这个老大哥政府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来，就是台湾的人免于这种被监控的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那这些谈话当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蛮可惜。但是确实是把美国也当做一个价值。那当然，刚刚主持人讲的日本跟欧盟这些传统上面，其实跟我们的价值是比较接近的。那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像其实这一次中共的方面，他们其实也蛮快回应的。以往都是隔一天回应，没有上次去年他们还等到19大之后才回应。这次他们马上8个小时之后，马上发了一个，马上就出来回应，然后呢说这是一个两国论调的重谈。那老师你怎么看？当然两国论这个部分，它一直在这个语言当中，比如说你使用的语言。你称对岸为中国，而不是中国大陆，其实或者说北京政府我觉得这些比较中性的，那没有用中国的话，他们当然会认为是两国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有彭斯的讲话，那所以蔡总统的演说多多少少回应了这个。那回应了这个，就是大陆觉得说你是挟洋自重，特别是我们知道大陆在过去提出来说要这个武力犯台的理由当中有一个，就是如果外国势力介入台湾，如果今天大陆把这样子的解读为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那他就有足够发动对台湾用武的一个理由了。所以有点像是那个，我看这个大陆很多媒体也都说，它是一个有可能会违反到他们的反分裂国家法的。我觉得当然你那个是过度的延伸，我觉得真正违反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可能就是台湾片面宣布
独立啊。而且过去甚至有人认为说，像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即使你今天宣布，那也是你个人的。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把民进党政治人物，其实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他们说主张台独，像譬如说赖清德赖院长讲说他是台独工作者，那大陆就说，如果说按照道理应该是要用武的，但他们为什么不用？他们就说那是选举语言，政治语言，他们始终不愿意说就马上祭出反分裂国家法，就希望是看到说你有实际动作，譬如说，假使今天台湾的国会通过了这个正式法理台独改国号了，那我觉得这个他们就会用。但是如果说只是嘴巴在讲的时候，大陆现在也懂得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来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让美国有介入的机会。那老师，你看这一次中共的回应啊，它基本上来讲，它的措辞是会比以往强硬吗？还是只是维持它本来的？我觉得还是照本宣科啦，就是反对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又把这个两岸关系再重新诠释一次两岸这个同属一个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是同属一个中国，这些政策，我觉得有一点点是照样宣誓一样，就好像彭斯宣誓美中台的关系也是一样，他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没有改变啊，美国，然后还会提到三个公报，然后一个台湾关系法，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双方固定会念出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倒是我们很少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对两岸关系，或者说对美中台三个关系有一个一致性的说法，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麻烦的部分。老师，你所谓的一致性，我方的缺乏一致性是什么意思？譬如说，我们过去国民党政府跟民进党政府，对不对？就譬如说，我们就讲说，如果我们讲个最简单，双方有没有同意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目前不是，就是目前台湾希望维持现状，然后未来。两岸的发展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好，如果说大家都同意，就表示说你也有可能走独立，也有可能走统一，也有可能就一路维持现状。如果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把它解释的比较模糊，这样子我觉得就可以了。可是双方不一样嘛，现在至少我们看到，比如说国民党时期讲到一中各表或9·2共识，那民进党不谈这个，那所以说你没有一个一致性。当然这是民主国家特色。但是对美国这样的一个一直换党执政的，他一个中国政策从来不会改变当然他对台湾会有一些额外的友好，但是他原来的那个一中政策他不改变，然后3个公报跟这个台湾关系法，他每次会提出。谢谢老师。那最近比上半场的部分下半场呢會來繼續關注嘅是喺美國同中國之間拖兩敗嘅互通嘅選，呢個聊後繼續關注。观众朋友，再个转到讨论改现场。老师，你刚刚上半场其实已经有讲到说，其实这次蔡英文会有这么强硬的措辞，其实背后都是因为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这篇演讲给了他一些底气，给他的底气，甚至有一些防护罩的感觉老师，我们看一下这次美国彭斯他这样的讲话，其实有外界蛮多分析说这是一个对中的檄文，但你刚刚也有讲到说，其实他可能就是把川普过去的立场整理之后，为美国的对中政策做一个定调。对，那他尤其是有一个副总统的角色出来讲，并且是在一个民间的智库机构来讲，是不是某方面来讲，他们也是要为对中关系留一些回旋空间？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其实在形成一个全面围堵中国的一个这个战略过去我们知道，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认为要跟中国交往，也要围堵，所以叫做 engagement， 就是 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 就我既围堵也交往。为什么要交往？因为他们认为说，当我协助中国，让它能够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它应该会像韩国、像台湾一样，慢慢就走向多元、走向民主。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发现没有这回事
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之后，好像中国越来越威权，是，所以他们把这个想法觉得说太天真了。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错误，就是我让利给你这么多，就是希望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好了之后，你会走向民主，但是并没有发生哦，所以他们现在回头来检讨，质变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所以他们这个叫和平演变 （peaceful evolution） 并没有发生，并没有发生之后，那美国认为说，那我为什么还要让利那么多？我市场为什么要对你开放啊？那为什么我还过去允许你很多的，譬如说智慧财产权？包括这个科技的转移，你强迫，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美国过去比较中性一点的控告，就是说大陆一个是智慧财产权，一个就是汇率操纵那现在他等于是全面认为说大陆是在进行一个不公平的贸易。我们知道川普常常讲的，我不反对自由贸易，我反对不公平贸易所以这是这个一个基调，就是说在贸易上面、议题上面，美国已经不再愿意做让步。然后当然军事方面也因为大陆在南海。填海造陆，那造陆之后，当然就是宣称的主权，这是第一个，已经让美国觉得说，本来是一个自由航行，一下子多了12海里的这个主权。但更严重的是，在这些岛礁上面，大陆还有军事措施、军事化。那所以呢，美国觉得说，大陆已经不是一个只想做亚太地区霸权，或者说我们讲说它只有近海的这个舰队，而是说准备要往印度洋往更太平洋这边出来了，那这个就挑战美国过去在全球的一个战略的优势，所以在安全上面，在经济上面，美国都认为说必须要围堵，所以才会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等等。那今天彭斯只是把过去这一段时间2年，美国至少在川普政府任内对大陆的一个想法，就做了一个整理。把它讲出来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过去美国有所谓的红队跟蓝队，就是有一个比较亲大陆一些。可现在看起来，美国至少国务院已经不是那么亲，至少是中立啊。那然后呢，智库里头大部分也都开始比较是朝向一个鹰派的方向。国防部本来就是如此。那白宫过去是比较中性的，那这次现在看起来来自于彭斯的谈话。那彭斯，你说是副总统，但是至少是代表白宫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不太一样。那彭斯讲这个话，就等于把过去2年川普所做的一切，他做了一个等于是句点一样，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对中国大陆所做的。为什么？他也提出，包括大陆在这个不公平贸易上面做的事情，但是也提出大陆确实是有这个不民主啊、人权啊、对人民监控这些议题。那这些讲出来，而且是在一个保守 Hudson Institute Hudson Institute 原来是在印第安纳州，后来搬到这个华府。那我们看到主持这场会议的白邦瑞，就是叫2049讲中国大陆这个就是说怎么样会挑战美国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在等于是我们讲说是对自己人在讲话，而且是强调的是非常硬的一个立场。那当然，这个 Hudson Institute 是会接受这样的立场，所以等于让大家看到美国现在为什么要对中国大陆这个进行这么多不同的围堵。那这个包括经济的，包括安全的，包括政治的，甚至他们认为说大陆挖台湾的邦交国。他们也在意了。过去从来很少讲嘛。那自从萨尔瓦多来一次之后，那美国就开始第一个是把这个中南美洲中美洲的3个国家，过去2年当中，巴拿马跟多米尼加还有萨尔瓦多跟我们断交，把大使召回去问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我觉得有点亡羊补牢，你还不如找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跟瓜地马拉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国会，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通过台湾旅行法。那现在又想通过一个叫台北法，台北法是什么？是要求我们的邦交国要支持我们参与国际。如果说他们转投北京的话，就是未来会切断对美国对他们的援助。所以美国这个还没有过了，只是一个现在4个国会议员由我的国会议员提出来。那未来会不会通过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看到美国就是在外交上面也对中国大陆有一些围堵的情形。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就是他讲完之后，庞培奥就出访了北京。那北京他跟王毅对谈的时候，王毅有提到3个停止，就
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包括说停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或是军事的交流，停止对台的军售，还有停止干预想要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切实的去要求、去约束台独分子。是不是某方面来讲，也是在回应彭斯的演讲的基调？我觉得当然有啊，就是说美国其实军售台湾，大陆是固定会抗议，但是那个只是一个例行的动作，抗议完了也就没什么啊。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系统性的来军售台湾了，所以大陆当然会抗议。那因为美国刚才提到对台湾的邦交国开始有一些反应了，那所以大陆也觉得说那个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别的国家跟我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你来干涉。所以看起来确实是，但我们觉得比较更值得观察是，庞佩奥你上一次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过面，这次习近平不理你了。李克强也没有理你啊，我们要总理可能没有管到外交部分，但是至少他的位阶是够，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局的常委。结果你派了，当然外交部长在台湾可能觉得还好，在美国国务卿是第3号人物，总统副总统就是国务卿，但是大陆王毅的这个角色，他是连政治局的委员都不是，不要说常委，政治局有7个常委。20几个这个总共加起来20几个这个政治局委员，他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按照大陆的这种政治影响力来讲，他大概排名30左右。那你跟美国的第3号，你明明就是派一个下士去对人家的上士，等于是有一点点侮辱他。当然还有一个杨洁篪稍微高一点，但也没有多高。所以我觉得大陆也很懂得在这种场合上面稍微羞辱一下美国，让美国知道大陆是不开心的。因为如果庞佩奥来讲到任何的国家，包括像韩国一定是韩国一定文在寅来接见嘛，那怎么可能会只是一个外交部长而已？但是大陆的外交部长我们要讲了，他是一个文官，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那个位阶是低的。那美国有的时候大家搞不清楚，我们甚至台湾也觉得，外交部长应该蛮重要，事实上没有那么重要。那么其实看到这次王毅的谈话，也传出一个重要讯息，说希望美国能够切实的约束台独分子，是不是也是对中华民国当局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反而希望美国来管一管台湾？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的状况，蔡政府并没有任何走向比较台独的这个方向，而是说允许了我们不同的声音，包括像喜乐岛这些，包括这个冬奥这个证明这个声音是出来的。那大陆可能也不愿意看到有更多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受节制出来挑战。那我并不认为说现在政府有任何就是说会片面破坏现状的情况，但是大陆可能还是希望防范于未然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谈话，让美国不要给台独这么多的这种错误的讯息，认为美国会挺台湾，然后台湾就会走向比较认为说，嘿，万一我今天真的跟大陆冲突，我宣布台独的时候，那是不是美国一定会来挺我？因为美国跟大陆矛盾很多嘛，那会不会透过台湾当做一个棋子来围堵中国？那王毅的意思就是不希望有这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让台湾错误解读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把成为说一定可以拿来对抗中国，而我们会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宣布法理台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像台湾以身为台湾来讲，真的要配合美国去当他棋子做演出吗？还是说我们要再另外寻求自己的角色跟定位？我们当然就是说我刚刚开头就提到，美国对我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跟大陆之间的这个经济毕竟最近。文化也接近，所以我们真正就是跟大陆，你看，即使是民进党执政，现在的两岸的经贸额这个金额，包括香港在内，我们是差不多占我们的40%出口，那是最大的。那所以假使你今天不利用我们讲说叫做比较优势好了 ，comparative advantage， 就这是我们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语言上的优势，然后我们跟大陆之间现在也很邻近嘛。所以你今天如果能够在这个优势上面，让台湾的经济更好，当然是好。但是你也要担心就是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提供你一些安全是好的，可是完全如果你只靠美国，对不起，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市场，我认为美国并没有对我们特别好，在经济方面，举例来说，它的那个钢铝关税并没有免除台湾然后
并没有让台湾，譬如说立刻签一个我们讲 TIFA 的一个这个谈判的那个贸易的一个架构，自由贸易的一个架构。未来我们还希望有 FTA， 这些都根本很远很远。所以美国并没有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安全关系这么密切，或者说我们可以作为美国的一个这个棋子来用的时候，对释放出在经济上面做出来的让利。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他们还在继续推动美猪啊什么要我们开放，他们还是美国优先嘛？对，还是美国优先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警觉，就是我们的经济跟大陆是脱不了关系，那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经济关系？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架构来处理，而不是一面的对抗。一面对抗其实对也没什么好处了。是老师呢，最后我们想说，就是以往我们分析两岸关系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个战略三角的一个概念，包括美国关系。那你觉得现在这个三角形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三角当然是有一点点我们讲说偏了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我们是偏美国这边。但这个大概也是国人希望看到的。但是就是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它有什么2个百年呢？它对台湾有这种中国这个民主。